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甲咱边仔人嘛讲平安。平安是主耶稣赏赐予咱的一句话。平安，伫这个时代，伫这个世代，平安对每一个人来讲，拢非常的重要。所以咱会当坐伫遮是上帝恩典，咱会当伫早起就来到遮敬拜伊，用祈祷来到伊的面前，嘛是上帝恩典。所以咱对心底大大的学乐咱的主，因为伊听咱，伊拣选咱，互咱会当进入伊的荣耀内面，互咱会当用祈祷来到伊的面前。这是咱的福分，所以咱就爱搁较敬虔，用圣洁的心来敬拜伊。要开始进前，咱三甲来祈祷。我的神，我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的呼召，感谢你，互阮会当真做你的囝儿。伫世间，伫台湾，还阁迷失伫六款的宗派内面，阮却有福分，会当真做你的囝儿。阮要安尼来真做欢喜，真做是荣耀。主感谢你，互阮会当进入基督的恩典内面。主啊，这个早祷的时间虽然时间无真长，但是主，阮相信，阮每一个祈祷拢要成做一个祝福，阮每一个祈祷拢要成做一个有快乐的帮赞。主，阮恳求你兴起阮每一个人的嘴，互阮的祈祷成做一个祝福的出口。愿主赐福阮今仔日的敬拜，赐福阮的祈祷拢成做芳芳的祭献予主。愿咱的感恩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先来念一段经文，咱来学乐咱的主，伫诗篇18篇第3节到16篇第4节，啊，阁有诗篇145篇第3节，咱做伙来念吼。我要求叫应该学乐的耶和华，我着就得救脱离我的对敌。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伊伫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耶和华至大，应该是大的恶乐。伊的大到无法测度，伊的大到无法测度。虽望咱伫一个变动不安的年代，咱犹原爱宣告主耶和华的平安。伊的慈爱要甲咱每一个人三甲之地，因为伊的疼无法度测度。咱来敬拜前，咱来用这条诗歌，我的神，我要敬拜你。咱用较深的心的敬拜来到伊的面前。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要爱你。我的心紧紧地爱你，你的字走进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是我你，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你的走进我思想的恩典。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咱用humble好不好？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紧紧地爱你，主耶稣，我深深爱你，你的走进我思想的恩典。
08篇第1节到第6节，咱做伙来读。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的心情要唱歌学乐。起码色啊，你着精神起来，我本身要真早精神起来。也好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较大天，你的诚实够强强。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遐天，愿你的荣光搬过全地，求你听阮，用这手牵救阮，通互你所听的人得着救。咱拢是上帝所听，对不对？所以咱拢会得着救哦。咱我可以人得着救。咱嘛要甲华语的看一摆，因为华语的翻译会当搁较清楚。好，来，咱念华语无问题啦，吼，来，做伙来。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高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爱的人得救。我们都是神亲爱的人，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宣告：我是神亲爱的人，我必在神的里面得到帮助。所以接咱要来祈祷，咱同心来为着家己祈祷。为咱家己伫任何环境内面，拢靠主来得胜。拄仔经文有足侪甲咱讲，上帝要真做咱随时的帮站。咱嘛为着咱厝内面的和谐、平安、健康、经济、稳定、教养来祈祷。为着咱全家足重要，会当全家归主，经历上帝的同在。咱为着这几项，为咱的家庭来祈祷。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祝福阮的家庭，祝福阮每一个人的家庭，和阮每一个家庭伫任何环境内面，拢会当坚信倚靠你，和阮信心不移来倚靠你。哈利路亚，主啊，阮每一个人的家庭，求你祝福和谐、平安、健康、稳定的经济，和阮教会的稳定。主啊，阮做教会，主你拢知，求你亲自帮助。刷接，咱要来为着病痛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伫咱的教会中，咱知影有，也是周报内面有侪有病痛的，特别伫恢复中的兄弟姊妹，咱拢来为因祈祷。病痛会互人软弱、失去信心，特别对失去上帝的信心。望咱伫祈祷中来坚固因的心，保守因会经历主的同在甲医治。咱做伙来开喙，为咱所知影遐兄弟姊妹祈祷。愿上帝，你是医治的主，我要将阮的兄弟姊妹，将阮的身躯边，遐伫病痛中、伫乱着做伙人，因的困难，因医治的过程，仰望伫你的手。求主使阮舒服，求你使着奇妙医治伫每一个人的心中。主阮将因放伫你内面，主你知影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软弱。伫因软弱的时阵，恳求你来扶持因。伫每一届的医治过程内面，主你使用医治的灵，互因每一届拢行入康复的道路。愿主赐阮，愿主保守每一个兄弟姊妹。主愿在座兄弟姊妹，若软弱心里软弱的，主啊，恳求你嘛保守因，恳求你的圣神来扶持因，互因会当得到扶持，因的性命嘛得到光强。哈利路亚，主啊，将因仰望伫你的手。所以，咱要为着这个4月初3花莲地东受灾的百姓来祝福。刚才咱坐伫遮看新闻，敢若无啥感觉，因为咱无伫迄个所在。但是咱搁一届去家想，咱若是伫迄个所在，
也是咱家己拢有经过地动，迄个惊吓甲不安是有偌深。所以咱有当时袂当做啥物的时阵，就是敢若求救上帝，求救上帝施恩掌权伫即个地动内面，互遐个受灾的百姓会当得到安慰，也互因会当早日重建因的厝，地动的性命，特别会有失去性命的家庭，咱为因来祈祷，遐个哀伤可能会足久，但是求主怜悯，咱的主是慈悲疼叹的主，伊要伫祈祷内面来安慰遐个人。咱特别嘛为着咱所徛起的台湾这个土地来献上祈祷，因为咱知影地动是无法度去避免的，所以咱常常甲主呼求，主啊，守住阮台湾这块土地是平安的。检采有地动，但是阮相信主要用伊的手来扶持，互咱平安徛起。咱为着这四项来献上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怜悯的上帝。在我的手在咱的手摆一摆，用好伫你的手，用你的一双手，就来扶持。主啊，你满满的安慰正义的心。主啊，检采这是真简单的路，失去厝内面的人在听。只有主你当安慰，只有主你当扶持。主啊，恳求你喜乐会带安慰伫内面，特别帮助的救灾的团队，会当对因这个所在会当真大的支援。愿上帝施恩赐福，愿地掌管伫阮这个土地顶面，这地动所在会当紧紧恢复因的生活。主啊，中间的路真困难，但是主你伫内面掌管，阮要得到帮助。主啊，恳求你祝福阮台湾这块土地，互阮会当安稳徛伫这个土地顶面。主，愿你保守阮，看顾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煞接咱要来为着咱的牧师中职区长牧区事工来献上祈祷，为着咱的牧者，为着咱的区长，为着咱遮所有咱的团队献上祈祷，求主赐了谦卑忠心为主做美好工的心志，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教会。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用双阮牧者来使款，主啊，我求你，你的亮光时常来照亮因，互因在主你的心里，成做好的牧者，和主你合一，互因求主。下面这段，这是富强教会迎旨50禧年的宣告。伫咱教会伫大厅迄个条啊，也有这几句，有五个宣告伫内面。有当时咱行过拢无发现，对无？咱搁一摆来宣告，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嘅真理的调酒。咱做伙来念，咱做伙来宣告，来做伙来。富强教会是永生上帝嘅真理的调酒。富强教会是活出听的健康教会。富强教会是积极传福音的教会。富强教会是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富强教会是代代门徒培育的教会。阿门！咱做伙起来敬拜咱的主，请咱起立。你若行动无方便的，你会当坐咧敬拜。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紧紧地爱你，你的走近，我思想你温暖，我的心我乐敬
心，我诉求你温柔，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我要敬拜你。感谢主，互咱的人敬拜伊，要敬拜主来大声哦，来，来大声来欢呼，唱我的歌主。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传扬你不比我听你心忧愁。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尊贵尊严。大声来欢呼，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传扬你不比我听你心忧愁。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尊贵尊严的主，大力量表，有你海高，传好消息，可人拢知，情上奇妙，我与我都应有，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传扬你不比我听你心忧愁。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尊贵尊严的主，大力量表，等你海高，传好消息，可人拢知，情上奇妙，我与我都应有，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传扬你不比我听你心忧愁。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尊贵尊严的主，大力量表，有你比海高，传好消息，可人拢知，情上奇妙，我与我都应有，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传扬你不比我听你心忧愁。大声来欢呼，我的主耶稣，尊贵尊严的主，尊贵尊严的主，尊贵尊严的主。咱就亮亮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咱的主，是尊严荣耀的主，伊阁是掌管咱一切的主。咱继续来敬拜伊，耶和华已经掌管。主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王，我的心被我可你，今仔我可以的拢免惊，天后你的地就开
来。主耶和华，我的心，我的魂，我的心要我靠你。今仔我靠伊的拢不免惊，听候你的地就开来。愿你的眼光拨过主天，你的荣耀光归全地。你向我万有，你的望，万国万民拢明白你。你是叫英雄心事的心。转念过。
现在，创造天地万物，阮的主，阮的上帝，你是堪得阿乐，堪得尊重。阮正是阮的囝儿，来自这你面前，是要来雕记你尊荣，雕记你的面，雕记你荣耀甲快乐。爸上帝，阮是有福运的儿女，通嚟到主你的面前，领受这款上至大宝贝的福分。爸上帝，愿阮的心灵全然的瓦靠，互阮的心全然的刻薄，也互阮的嘴开山而乐，互阮的心拍开，领受天顶来的恩典、快乐甲祝福。愿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荣光归于主，众百姓拢白白得到高我造就甲祝福。我伫你面前将这个礼拜交托你，愿你圣神亲自引带掌管甲带领，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姊妹，咱由咱徛底，咱要坐念新的诫命，来明白主的教示。咱大家坐声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门。大家请坐。兄弟姊妹，咱要煞遮下面的听书啊，大家先备办心。咱今仔日的异地祈祷的时间，提早伫这礼拜进行。我要鼓励兄弟，你心有感动，行到主的面前，这是一个征战，嘛是一个受祝福异地的时刻。啊，咱请这个长老、带导团队、小组长备办心，通到头前做伙来服侍。用安尼甲咱报告，多谢。启应，请先推周报上尾啊。启应文34篇，诗篇146篇。我来启回属三角来用，着称赞上主。我的心要称赞上主，唔通瓦靠君王，因一个断开就归土，
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解放受关押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厝外人，以扶持鼓励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着称赞上主。这是咱三角来祈祷。早伫地，今伫地，永远伫地的天父上帝，你的名伫全地好吉水，你的荣耀彰显伫天。我们存敬畏的心，向你来拍拜。因为你是天地的主，万物的神，你的作为奇妙伟大，阮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赐了独生囝耶稣来降世，为着全人类受定十字架，流出宝血，洗净阮所有的罪，赦免阮一切的过犯，佮赐了阮永生的愿望。互阮伫基督内底，成做一个新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一切拢成做新的。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感谢天父，你无限的恩慈，互阮伫任何时阵，拢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得到怜悯、蒙受恩惠、做事随时的帮赞。感谢你时刻陪伴甲同在，佮感谢你伫基督内底赐了阮天顶逐款属灵的福气，互阮有活泼的愿望。主啊，只是阮要恳求你赦免阮所有隐瞒、无显现的罪。阮常常来得罪你，也伤害着别人。天父啊，也求你疗赎阮的骄傲。帮助阮会当成做一个亲心圣洁的人来服侍你。主啊，求你的圣神光照阮，互阮看过阮家己的欠缺，也赦免阮伫肉体的纷争甲嫉妒。求你的保护压榨阮所有的罪过，洗净阮一切不义。主，求你来充满阮，求你的圣神来管教阮的心思意念，管理阮的言行举止，坚固阮对你的信心，也互阮疼神爱人的心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充足，互阮会当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主，这是阮也恳求你亲自赐福富强教会所推动的每一项的事工，借着牧师团队甲中职同工的带领，追求公益以上，赐落下一个成绩。借着教会所开设的牧养的课程，也是团队服侍的每一项事工，小组的彼此的关怀，互富强教会成做一个健康、传福音、荣耀上帝的教会，也是得人哪得去的教会，阁是有上帝荣耀同在的教会，互每一位兄弟姊妹拢甲牧师、中职有同心合意。来领受上帝你搁较大的应允甲祝福。今早起，我嘛要透过夏牧师所传讲的信息甲分享，搁一摆领受对你遐来的话语，互阮的灵命得到把助搁祝福。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思意念拢向你来天开，将今仔日的敬拜礼拜定时全然交托伫你的面前。阮安尼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
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2位，第一位伫马可福音第1章16到18节，第2位伫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这是我来强读马可福音第1章16到18节。第16节，耶稣对加利利湖边经过时，看到西门会甲伊的小弟安德烈伫湖里咧拍网，因为因是掠鱼的。耶稣对因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因随时逐网放的去对耶稣。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19节。因食早顿了后，耶稣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赢过遮的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甲伊讲：“养饲我的羊仔囝。”第16节，耶稣第2遍问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答伊讲：“牧养我的羊。”耶稣第3遍问伊，答伊问：“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彼得因为耶稣第3遍问讲：“你有听我无？”就真伤心，甲耶稣讲：“主啊，你逐项拢知，你知我有听你。”耶稣就甲伊讲：“养饲我的羊。”第18节，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你少年的时，家己下腰带去爱去的所在；毋过年老的时，你会伸双手互人绑，甲你拖到你无爱去的所在。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会安怎死来荣耀上帝。讲煞，耶稣甲伊讲：“来对我。”献诗，这是咱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咧献诗的曲仔是上帝甲咱惜命命。献诗煞，咱请本堂主任牧师来讲道。今仔日要传讲的信息是中华蒙召的地。
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圣歌队带咱唱出真水的诗歌。特别咱听到咱的大卫兄弟用这个弦的乐器，感觉讲足有咱台湾味咱搁一遍甲大卫兄弟，搁咱的圣歌队拍拍鼓励一下，多谢。上帝甲咱惜命命，你有感受到这款的恩典无？咱甲咱的隔壁讲，上帝甲咱惜命命。领受到这款的祝福，真感谢主。咱三个来祈祷，再来分享主的话。天来主愿上帝感谢你，享受阮这个福气，恩典满满，互阮通伫这个春天的日子，会当安静伫你面前领受主你的话。拜上帝，是你的话有气力，你的话有活命，所以当阮心接受的时，阮就要对主领受这款上大的福气。愿你的话成就阮的帮助甲气力。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下日姊妹，中华蒙调的地到底是咧讲什么？咱伫这个使徒圣经的咧坐念的时阵，咧背的时阵，咱有讲主耶稣伫本丢彼得岛任内受苦，对吧？讲顶十字架，安怎？死，过来咧，录音符，过来。过来 ，OK， 哇，咱念这个使徒圣经念了真顺，一句一句来甲刷落去。但是咱讲死录音符第3节对世人叫我上天，打坐伫上帝的大屏，安尼，这话一直刷落去，咱拢真熟。但是你有甲注意无？讲。上天，事实是40天后，耶稣上天。其中有一个40日，真有意思，当这40日对伫耶稣告我上天有甚物意思呢？哇，充满真深的意思，今早咱小等下要来复习，当伊安尼，咱来了解讲主告我的40日到底是做甚物？到底是安那要搁加这40日？咱知圣经真侪数字真有特别的意思。你看，耶稣伫旷野40日受试，以色列人伫旷野偌济40天，这个40对以色列人真有特别的意义就对啦，但主告我的40天，为何伊要搁特别留伫地上呢？照这个圣经的研究者有甲咱做这方面的归纳，第一，伊是要证明伊是告我的主，是上帝的囝。告我上天，大家拢无看到甲伊死待伫梦里，大概唔知的人意思共款，但是伊就是显现互这个门徒，显现互遐个伫耶路撒冷遐个正百，特别是遐个学生看，是要证明讲。特别是多马在邀疑耶稣是毋是告我？耶稣讲来，你来摸我的身躯，这个拢是咧证明伊是告我的主，毋是伊喙头讲的那定。第二重要的是，要来修补门徒所受的创伤啦，修补门徒所受的创伤。是安怎创伤呢？咱看见耶稣受钉死，门徒拢死线，伊所对遐个群众嘛拢。无所适从啦，迄就像咱安尼款一盘足好食的土豆，是讲款一盘足好食的物件，突然间毋倒冰盘落，哇，落落涂骹，哇，你来捡，还是像一盘珍珠落落地呢，哇，开想要去订来迄是足头疼的代志。这学生对耶稣的死告但搁伫戆野无了解的情形的下面，所以必须爱。搁一遍来修补门徒所受的创伤，也搁一遍来甲门徒来讲论上帝国的事到底是咧讲什么？伊所讲的上帝国到伫伊受死，这个上帝国就是要安怎演变？这拢是耶稣伫40天中间所要紧紧要做的事啦。使徒行传第1章第3节，在记载讲，
伊受害了后，用做凭据将家己活活显互这使徒看。吼，足侪凭据，包括互因摸伊的血液，看见伊的手痕。伊讲40日久，因显现，讲什么？讲上帝国的事。意思是，这个学生失败逃走，耶稣佫靠伊倒转来，然后佫甲因讲上帝国的代志，比伊当时用口头讲佫较实际，佫较清楚。他最后一项上重要就是交接宣告救赎的任务，甲这个传福音救百姓的任务，佫一遍来交代。所以救赎的约的救赎计划是到主过来才会当完成。那主要上天啊，要过来这段时间，事实若是照时间来算，咱现在还要搁咧等候主过来，敢毋是？若安尼，耶稣上天，毋是安尼就无代志啊！耶稣要上天之前，重要的任务就是门徒爱知影耶稣救赎的计划。直到40天了后，耶稣要上天，耶稣要结束伊伫地面上的事工，来接手这个救赎的任务，就是圣神的来临。所以到后来，咱知影《使徒行传》有记载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咱伫5月，5月19，咱要纪念圣神降临节，大概就是照这节期安尼行。耶稣伫上天进前，甲这代志拢传好，交代好势。使徒行传1章40到50安尼讲：当因做伙的时阵，伊就吩咐因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照我对恁所讲的，爱听候我的爸所应允的。约翰用水惊洗礼，恁要几工后受圣神的洗礼。耶稣家伫40天显明上帝国的这所有上重要的教示，互门徒知，而且佫较要紧的是，叫因都爱听候圣神，因为耶稣世间的任务完成啊，伊告我，伊上天啊，圣神的工作就临到。咱兄弟姊妹，咱拢知影，耶稣告我了，做一人显面吼，特别是遐个妇女嘛，拢有看到。但其中上代表性的人，我想咱拢知影，就今仔日咱读的圣经，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彼得，就是彼得。咱拄则看见两段圣经节吼，头一段是马可福音第1章，就是记载彼得伫加利利的湖边受钓，对吧？彼得伫遐掠鱼，耶稣甲因呼钓，呼钓什么？讲内底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因随时就甲网放咧去对耶稣。这是彼得当初时受钓的地。但是这个时阵，咱今日读的经节的第2段的经文，伊是伫受钓的地，耶稣搁一遍甲伊叫倒转来，伊接受医治，领受重大福音的使命。所以耶稣的安排是足奇妙的吼，伫即个彼得上熟的所在，呼召伊的所在，搁一遍宣告伊要受医治，重新搁交代伊重大的使命。所以当咱来安排，也是讲来整理彼得经历的门徒生命，是真趣味，也是讲真高潮迭起就对啦，吼！一位咱称作是耶稣的头教师啊，耶稣的头一个门徒，伊的门徒的生命，毋是白白塌塌，毋是平平顺顺，吼，是安尼起起落落，非常非常的精彩就对啦，吼！拄则咱讲彼得伊伫加利利湖边来受钓，马可1章16到18记载。彼得当时用单纯的心接受主耶稣的呼召，对伊，一个掠鱼人，掠鱼好好，但是耶稣讲来对我，伊就真正对，就是一个单纯的心，也无问讲我对你是要创啥，我对你会当做啥货，拢无，
台语的圣经安尼记载讲，耶稣对家己伫湖边经过时，看到西门甲伊的小弟安德烈伫湖里底拍网，因为因是掠鱼的。耶稣对因讲：“来对我，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掠鱼的得着鱼。”因随时就甲网放咧去对耶稣。耶稣对因讲：“恁要得着人，亲像得着鱼。”然后伊讲随时哦，表示拢无任何的忧虑就对啦，吼，还是讲佫倒去厝交代，甚至甲网放咧。你知影即个网放的意思是讲，我本来上重要的器具，我生活的器具，我就甲藏咧啊。像你咧开计程车，讲来对我，爱只车落撇伫路边，你感觉是讲，即款人敢会伤过懵懂，伤过凊彩啊？啊，这是彼得的个性。吼，咱看见伊对耶稣的个性，大概拢安尼。但是咱也甲回顾，彼得对耶稣3年的旅程，起起落落，会当用几个部分来甲伊做一个分析吼。这3年起起落落，第一，伊是对血气的疼变做真胆怯的好人啦。意思讲，伊本来是安尼，哇，讲爱恨情仇足明显的。但是后来煞变做，哇，迄个胆无去啊！原来上假话迄个却来好人啊！好人什么？就是毋认耶稣嘛。所以咱若是甲想吼，想讲，突然间上敢表达的吼，安尼个性足明显的，拢是讲伫人的头前，做代志拢冲头前的人，突然间。耶稣咧受审判的时阵，人家讲：“你该先甲耶稣做伙啊？”伊讲：“无，我毋是。”咱就是讲魔鬼咧甲搅扰啦，吼。若无就是吼，伊毋知有甚物心思啦。所以有圣经学者就咧研究讲吼，可能有伊的心路历程，因为伊对耶稣这段吼太侪心情的故事。第一就是吼，伊主动耶稣受苦，是出于好意啊，但这是一种肉体的冲动。毋过耶稣甲责备讲撒旦提去，这是一个伤害，头一个伤害。人家讲心思若无讲出来吼，啥人知啦？无人知。哇，迄心思实在是讲袂出来安尼。耶稣讲撒旦提去我后面，哇！你若是一个咧关心别人，爱突然间甲你回答讲吼，莫吵我啦，免你关心啦，你会艰苦袂？实则佫敢骂撒旦，撒旦提起吼是伫迄个时代因咧讲话中间一种的心灵的描述啦吼，表示讲你讲的这话，这做的代志吼，毋是出自上帝的意思。经在安尼记载。讲对迄碟起，耶稣才指示伊的学生知，伊就去耶路撒冷，对遮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师受到侪苦楚，佮受害死第3日告我。耶稣讲遮了后吼，彼得牵伊责备伊讲：“主啊，千万毋通，即个决断无要到伫你。”你才毋是讲我咧讲我即个要来的遭遇吼，有人甲我关心嘛，毋知偌好诶，讲多谢谢谢吼。互你遐关心安尼，别人拢毋知影你遐哩关心，但是耶稣的反应是，说是完全对反啦吼。耶稣也当心甲彼得讲：“撒旦踢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头家，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咱若甲想讲我是彼得，我嘛毋是讲刁工的，我都感觉耶稣安尼讲吼，我足毋甘啊！做学生的，随时都安尼热情活来啊！毋过耶稣甲责备，你想一个人的心会受伤袂？若毋是上帝的保守，一定受伤。第二，一件一件吼，伊甘愿讲要甲耶稣共死呢，毋过祝福耶稣甲破冷水。已经讲命拢要甲你赔落去啊！毋过耶稣讲哦，你要毋认我咧，哇，迄实在是真闹气啊！是讲真艰苦安尼啦吼。
圣经记载，利马可福音14章70到31节讲，耶稣甲因讲：恁拢会放杀我，因为圣经有记载，我要拍木者，羊就四散。不过我以后会比恁较大声去加利利，必定佫出声吼，必须甲耶稣讲，那众人拢放杀你啦，吼，我一定袂啊。即句话嘛是足有气魄的，敢毋是？别人会哦。独独就是我袂，你看，嘛是足有，人讲足有个性的吼。人讲咱台湾人讲叫嚣足好的，但是你甲想，耶稣敢甲应？耶稣甲彼得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就是今暝，过天2遍以前，你会3遍毋认我。迄阵彼得还佫无要承认，坚持讲，若一定甲你做伙死，我嘛绝对即个袂毋认你就对啦。现到死我都袂毋认你，所以你会感觉讲，迄落差大甲180度的意思啦。讲其他人嘛安尼画咧，讲有影就对。但是足侪画家拢画着彼得毋认主的迄个图彼得3届毋认主，因为伫迄个这时头的迄个电影内底人看到彼得就咧问伊啊，就咧认伊啊。彼得讲：毋是，我毋是3摆，直到假期啦。过来是，佫有一件，伊要保护耶稣，安尼尽力。所以虽然伊有迄款的行为，但是伊嘛是讲继续用伊的方法要听耶稣呢。你讲伊无听，人伊就安尼即个办法啊。伊要保护耶稣，毋管啊。咱只要是讲打耳光较无关系，咱即讲打脸，足侪人咧讲打脸就对啦。耶稣打脸伊。马太福音有记载一段耶稣要受掠的故事，讲忽然有一个甲耶稣斗阵的人，彼得伸手背倒对大祭司的仆人甲扑落去，安尼，举刀扑落去，甲伊一边的耳仔削起来。耶稣竟然无甲伊讲：哦，多谢，你甲我救吼。毋是啦，耶稣就甲伊讲：刀收起来，因为举刀的拢会死伫刀下。耶稣讲你想讲我袂当恳求我的爸随时找12营，搁较假的天使来，也毋是安尼。意思讲若要做即款代志上帝12营的兵是普通那定啦，坐到互你会惊就对，毋免讲你出手做即个代志。所以咱回顾讲，哇，必定一届搁一届，一届搁一届，安尼热心啊煞无得到好报迄种意思啦。历代画家嘛画足侪即款彼得，伫迄个写即个仆人的耳仔的图拢写了画了真水画了真好势即个图你看。这拢是爱故事啦，拢是故事。兄弟姊妹，这3项就是彼得毋认主，当然这是用咱的角度咧想，一个要表达伊听耶稣，要支持耶稣，要烧经到底的人，耶稣拢是讲负面的话。好像是老师咱互老师甲咱骂念咱会感觉心足顶的，对毋对？心感觉讲哇。耶稣敢毋是主，敢毋是毋听我？老师敢是对我无欣赏呢？毋知你捌回忆无啊？听讲足侪人伫你青少年学生的时代你足无爱读这科啊！你足无爱读这科，无爱读数学，无爱读英文，无爱读历史。有时是迄个老师对你甲你骂，甲你笑，你会感觉讲，我都毋甲你读啊，无要安怎？彼得大概就即款心情啊，当然这是用咱的角度看圣经看到会使讲彼得有一款毋认主的款的表达可能是伊心底一种心灵的表现。但是请会记哩，彼得想起这经节讲彼得是咧，彼得想起主的话啦，想到啊，伊毋是一个安尼。硬土硬的人，伊后来伊人讲是拿得起放得下嘛，是讲性情中人。伊想起主的话，伊就
见笑，家己感觉见笑，后悔家己的行为。路加这段经文安尼记载吼，记载安尼讲，迄时主回头来看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伊讲的话，今仔日假提以前你的3遍毋认我，讲伊出去什么大声啼哭。伊知影讲，哎，我到底干嘛？我为什么这样？啊，明明我都听耶稣，啊，竟然做这款代志。其实啊，这款代志，按就伫咱的家庭内底，咱所亲爱的人中间，定定在发生。明明都听，啊，就讲遐负面的话。啊，老爸听囝，啊，就讲啊，你免转来啊，安尼。这是咱生活的日常哦。啊，彼得受到这款的苦，耶稣是看伫心内，因为回头看伊嘛。兄弟姊妹，当这风波纷纷过啊，啊，耶稣也互定去啊，代志佫重回原点，对无？啊，所以彼得讲安尼到底要创啥？耶稣教我到底要对对开始啊？到底要对对开始啊？啊，开去啊，转来掠鱼啊，无要安怎？今仔日他的经验，就是彼得佫倒转去伊原册，伊上介熟的所在。时间事件了后，彼得感觉吼无立场啦，咱要哪？我都好认耶稣，我是要哪佫讲耶稣咧？所以只好等于伊的旧业就是掠鱼。约翰福音21章的1到14节吼。啊，咱今日有读15节以后，咱小可来回顾讲，这段经文是咧记载彼得安怎佫转去家己熟悉的所在。后来耶稣佫伫提比利亚湖边对门徒显现，伊讲显现的经过是安尼，表示讲耶稣伫伊过活了后，伫提比利亚海。咱知影讲提比利亚湖、提比利亚海，足侪兄弟若读圣经，请会记你讲。加利利、吉尼撒勒湖、提比利亚海，还是提比利亚湖，拢是同一个湖啦。啊，伊无共时阵，啊，就人家号名称，吼，互人号名称，就亲像咱台湾足侪地名吼。啊，清朝时代号即个名，啊，日本人来，啊，就甲你号，甲打到号做高雄，对毋对？吼，啊，甲打了号做什么啊？对，嘉义啊，无就民雄安尼。意思讲，逐个时代拢有伊的名称啦。啊，事实即个提比利亚湖，还是提比利亚海，就是后来迄个希律在统治即个加利利的附近，吼，啊有起一个城，啊为着要表功啦，吼，讲啊咱皇帝太子吼是叫做提比利亚，啊咱就甲号，即个城叫做提比利亚。哦，咱嘛定来用这种模式来号一个城、一条路，对毋对？啊，所以这个湖的名称有几哪个吼？啊，咱拢知影是共款是加利利就对了，加利利湖，甲拄仔咱读的经节共款。啊，他第20节讲有彼得，拢总有7个门徒，7个学生，佫转去掠鱼啦，吼。然后彼得甲因讲，我要掠鱼，啊，因讲我要对你安尼，吼。第4节天铺光，掠鱼掠到。半暝是咧掠，咱知影掠鱼人吼，伊无咧警示的啦，毋是讲无警示，伊是甲咱平常时的做事无共款的。因为知影什么阵有鱼，暗时可能掠鱼较济。啊，讲天铺光表示讲日头当出来时，耶稣徛伫岸顶，毋过门徒认袂出伊啦。耶稣就甲因讲，少年的你有鱼无？因讲无啦。伊甲因讲，甲网抛落去，船的正边就会掠着。你有想到讲，这个话改成足熟，对毋对？吼，耶稣伫咧呼召这门徒的时嘛，有讲吼，恁水船开去较深的所在拍网。耶稣好像做这代志，要唤起这门徒吼，当初时，伊甲伊互动，伊受呼召迄个故事啦。啊，因真正有听话讲，因就拍落去，因为拍到真侪鱼就煞拖袂起来，甲咱伊呼召3年前的故事要差不多。讲这个门徒吼，甲彼得讲，迄个主耶稣听的门徒甲彼得讲是主，哇，认出来啊！因为头前一项的故事拢咧讲出，啊，对3年前的场景搁重演啊！啊，咱看彼得吼，迄人真啊个性足冲动啦！啊，本来吼
无穿外衫都惯死啊！看到耶稣说，感觉讲较像无穿衫，赶紧跳落去水内安尼。你有想到无？人若感觉家己无事事的时阵，你就会要隐藏起来。就亲像阿当甲夏娃吼，一个犯罪了，看到上帝说无自然啊，赶紧用迄叶啊、树叶啊来家己身躯掩起来共款啦。伊讲其他的温度，因为离开地落地无远100公尺，就告因的细只船来甲规个鱼网的鱼人拖起来。咱去看去第9节吼，耶稣真够铺排哦。因一个上花，看遐有火炭火，顶面阁有鱼，阁有饼，看起来这是一个真自然的安排。但是咱会感觉着讲，耶稣好像有特别的意思。有鱼代表有食物，有饼代表有食物，有火代表烧炉。啊，要互这学生知影，主吼是有备而来，伫这个岸边咧听候因呐。耶稣甲因讲。拄则掠到的鱼，拢掠几尾来。西门彼得就爬去咧船顶，拖网起来去岸顶，佫拢是大尾鱼，拢总153尾。而且圣经吼记甲足详细，连153尾拢记载。你是讲门徒拖鱼啊起来，敢会佫特别算吗？所以这数字拢有特别的意思啦。拢有咧计算。遮要表达耶稣对这门徒重新的呼召的意思，会讲网阁无破去，表示伫主的保护的下面，遮个拢要修成。耶稣就甲因讲：来食早顿，门徒无人敢问伊你是甚物人，因为伊知是主。然后耶稣行活来摕饼分互因，鱼嘛照安尼分互因。耶稣对世人中高以后对门徒显，这是第3摆。这段是咱今日读的经节。的头前段，等于头前的故事啦。来到耶稣甲彼得面对面啦。当咱家庭的亲人若彼此有纠纷吼，也是咱囝儿对老爸无礼，也是囡仔对爸母有甚物款误会阵咯，迄面对面是足尴尬，你敢知影？但是你若无处理，这个代志永远伫咧到死。所以咱伫家庭的中间有拄着什款的误会，你毋通是讲家己的人啦，莫插伊啊，毋是咧。应该回失咧就回失咧，应该归回就归回，用听来表达迄个意志。彼得就是接受耶稣的意志啦，彼得接受耶稣的意志。那意志咱小可看一下。彼得心灵受伤了，伊的反应，原来伊的反应拄则咱有小可讲着。彼得无法当体会耶稣的疼，反正3摆受着伤害，就是讲甲动彼得甲耶稣动嘛，彼得甲耶稣讲我一定甲你做伙拼命嘛，毋过耶稣拢甲伊反对吼，所以伊有伤害。第二，彼得心理受伤了，伊归去啊。若要讲3摆毋认主吼，用人的角度是讲伊气着啊，爱互掠去吼。我爱你拢无要用我插伊啊，迄种意思啦。即款上伤的面，耶稣要哪佫甲即个安尼上看重的门徒，佫掠转来呢，佫甲带转来呢。耶稣就是互伊转去到当初受调的所在，当初受调的所在，袂，请来。请来个一下，下一页。对，伊转到家己离海边，彼得受调的地，耶稣3摆表达对伊的接纳，拢3摆哦，第一，伊用关爱怜悯的眼神看彼得，甲因讲恁有掠到鱼无？第二是关心伊现实的生活。一暝伫海边掠鱼，当然是寒个冷嘛、枵嘛。耶稣伫下边已经点火好火炭好有饼阁有鱼。最后是耶稣用温暖的表现，讲来做伙食饭，做伙食早起。我拄仔咧讲起，就讲咱家庭常常嘛有即款无法度人无聊的冲突啦。有时是妈妈煮一顿好食的，大家倒来坐落食的。话讲的就好啊，
唔通记伫心内。所以咱讲家庭会伤害人，你敢知？家庭会伤害人，什么意思？就是有听才会伤害嘛。无我甲你无关系哦，我甲插着你。啊，所以咱就爱会晓修补，像耶稣即款足细致、足修路、足幼路的修补，来修补即位彼得。啊，所以用关爱的眼神，用关心生活，用共进早餐来表达。所以咱看见耶稣甲彼得3摆内在医治啦。彼得回应主的听，定心跟对主。伊受到上大的呼召，就是讲来饲我羊啊！一位唔认主的人，若按一般人的个性，也是讲你是一个主管，啊，你是一个老师，一个教授，讲啊，这个学生袂用的啊，大概吼，就拒绝用往来啊，敢毋是？但是主耶稣讲，你有听我无？搁一遍甲肯定，嘛是搁问3届，然后讲你来饲我羊啊！咱这经节咱拄则有读过吼，简单复习讲。因食早顿了，耶稣问彼得：西门的囝啊，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养过食的无？伊应讲：主啊，有啦，你知影我有听你。耶稣第一遍甲伊讲：饲我的羊仔囝。第二遍，耶稣搁问伊讲：你有听我无？伊讲：啊，你知我听你，搁来饲我的囝，啊，饲我的羊仔囝。第3遍，搁问伊：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吼。啊，必定因为第3摆问伊吼，讲你有听，伊就真伤心。到底伤心啥货？想着讲啊，我3摆唔认主啊，耶稣搁3摆甲你问转来，一摆唔孝认，我搁问你一届；一摆好认，搁来你问一届。所以最后伊甲耶稣因讲：主啊，你逐项拢知啦，吼，你知影我有听你。啊，你即句话，若无熟悉人看无对毋对？你的囝，你的查某囝，甲你有甚物款的互动？伊若甲你应即句，你就知讲哦。有啦，即个查某囝，即个囝儿真听我，你袂阁因讲敢有影？袂啦，一切尽在不言中。耶稣来，安尼饲我的羊啊，就是表示搁一遍甲伊医治，搁一遍甲伊肯定。啊，最后耶稣有做即款的即个语言咯。伊讲我实在甲恁讲，你少年的时阵家己下腰大去爱去的所在，毋过年老的时。你会伸手，互人绑，甲你拖到你所无爱去的所在。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要安怎死来荣耀上帝。讲煞，耶稣甲伊讲来对我。第2项是耶稣叫伊都爱背起十字架，吼。这是马可福音8章30-40的经节，这是较早耶稣对学生所讲的。然后耶稣甲群众甲门徒叫我来，甲因讲。要对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拿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这是耶稣对学生的呼召。莫怪耶稣操练彼得安尼一摆搁一摆，起落落，成功搁失败，成功搁失败，然后甲伊讲：你有听我无？是呢，伊要做的代志，毋是普通的事，伊都爱拿十字架来对主。像即位，咱拢定听到一个故事，彼得的故事，安怎死的故事啦，吼。伫迄个初代的即个教会历史内底有一个叫做吴利根，即个出名的教父，伊有对伊所写的物件宣讲出来，讲彼得顺道的时阵，互人倒挂、倒吊啦，倒吊伫十字架顶，因为伊感觉伊不配甲耶稣同款的方式正定是倒定的。啊，即个故事到今仔日，犹原继续有人安尼认定吼。啊，这是吴利根啊，经过200-300年对伊讲出来，啊，到底事实无咱毋知，但这故事真做对天主教真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故事啦吼。这故事咱就无详细讲，因时间的关系。对大迫害的时阵，啊，彼得伊遐学生讲啊，你赶紧走，啊无吼，尼禄这个王吼，要掠人要杀人真危险。啊，本来伊无爱走，但是到尾不得已听因的门徒的建议，就是要离开啦。但是当伊要离开的时阵吼，伫路里看到一个人罗马咧行，伊就看到主耶稣，耶稣甲因讲：我要搁去罗马，互人钉十字架。哇！这彼得看到吼，哇，心足艰苦。啊，我要倒走，耶稣讲我要搁入来罗马，
所以伊就决心无爱搁倒走啊。后来互人掠吼，后来伊感觉讲我袂堪你甲耶稣搁共款定正定，我要倒定。迄阵是即个尼禄即个罗马皇帝54年的时阵，这是彼得的遗像啦吼，彼得遗像即个是有迄倒定十字架在画家出名画家所画图吼，拢是讲到伊倒定十字架安尼的故事吼。兄弟姊妹，甚至天主教流行一种叫做彼得的十字啊，圣彼得的十字，就是吼，迄十字架是倒扁的吼，倒扁的。伫迄个信义会嘛有一间教堂吼，礼拜堂主要看迄个尖尖的所在，迄十字架甲咱平常时吊的十字架无共款，是倒扁的吼。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甲咱三个勉励，这是彼得的故事，但是咱逐人吼，咱逐人拢有咱家己受呼召的地呢。你是毋是有一天搁倒转去原来的所在？你安怎应答主对你的呼召？你当初时有机会认捌福音来信主，你当初是互人甲你互教会呼召，也是主呼召你来做主的工，无论是教会的任职也好，传福音的工课也好，你有搁重新肯定耶稣咧问讲，你有听我无？即款的故事。最后我要讲有两张安尼，甲我敢有足甲我足有关系的一张周报啊吼，咱看无啥内容，但遐内底记载一个日期是1975，对我49年前2月16。你有即部写对我有特别的意思呢？因为今年吼，即个时阵拄啊是过正的时刻。阮迄个时阵一个七美的传道啊，姓余啊，伊带阮10几个青年讲，行，我带恁来去台北。你对平湖抄到台北，你看看。因为即个传道是对台北来的，带阮去甲台北一间教会叫做信爱教会，甲伊青年做伙开一个灵修会。你知影，庄脚囡仔去到台北吼，感觉逐项拢足好奇啦。但是伫即边的灵修会，咱知灵修会拢有一个献心会嘛。我深深感觉到上帝呼召我，讲你爱为主做工。所以即个周报内底有写讲，阮有10几个学生，7美来学生，甲因做伙开会。即个周报互我有种的感动。到今仔日，阁会记得当时的场景。我要讲这个意思讲，毋是我的感动就偌价值，是你有无？你有当时主呼召你的感动无？阁另外一张吼，就是这个过当年吼，我决定要来读新人院吼，开始的时阵，伫盐埕教会有一个培灵会，1976年吼。10月初9，就是当时的唐崇荣牧师伫遐做培灵会，参加的时阵嘛是受呼召讲，来要服侍上帝，要专职侍奉的人出来。我有感觉到迄个时阵家己都完全清楚，因为上帝爱我，行这条专职服侍的路。用这个甲咱三甲勉励学习，就是兄弟姊妹，咱拢会转去家己。迄个受呼召的位，彼得受呼召的位，伊阁重新恢复起来。所以后来彼得成做天主教的第一任的教皇，感谢主！我望兄弟姊妹你我大家会当伫受呼召的所在，转去讲重返初心呐，元起初的疼，逐个人拢有。你会行坐伫遮，毋是偶然的，因为上帝捌伫什么时刻呼召你。真侪伊的学生，真侪伊找见你的事工的开始，愿咱拢得到这款属灵的激励甲开力。下面，咱要招呼咱的兄弟，凭着这款的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咱要做异地的祈祷。拄则咱的这个慈宝老师咧讲起头前的祈祷会是讲到一项，我感觉有一个感动。伊讲，咱逐人身体欠安。其中一个上重要的原因，也是讲一个影响，就是你的心会足艰苦、烦恼、忧闷，对毋对？所以咱的肉体病痛，迄是事实。胃啦、
目睭啦、头壳啦，这是疼，这是一回事。但是心灵的医治真重要，所以你要坚固你的心。咱今日招咱到伫头前，目的就是安尼。这个医治的过程，上帝无共款医生啦、药啊啦，但是你的心受医治较坚固。所以咱要勇敢到主面前，三甲来领受上帝来新约基督医治。所以咱咧唱歌的时阵，咱听敬拜团带咱做伙唱这条使我自由咧唱的时阵，咱就慢慢请咱的兄弟，你有受感动，包括你心内有啥物艰难的事，还是讲有啥物祈祷，拢会当到头前。咱请大道团长老甲小组长准备来做服侍，咱来吟这条诗歌《使我自由》。做来吟。使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下面客气来到主的面前，坚固你的信心，坚固你的信心，决定主来医治。感谢主，大家起来。心要得到平安，心要得到自由，拢到主的面前。哈利路亚！请同工慢慢来头前。这里有位的所在，咱做伙唱。主的心啊，搁一遍。主的心啊，你的道理。请免客气，咱较开的不要紧，较开的不要紧吼。来到老主的头前，咱徛较开的不要紧，徛较开的较袂伤客着。我当主的心话，予我。搁一遍，主的心，请咱楼顶的咱免客气来。心啊，你的道理。免客气到头前吼，免客气到头前。主的心话，予我自由。咱音乐细声继续，咱开始请同工来服侍。检查若有2个人做伙服侍嘛不要紧，咱求主圣神这个时阵掌权，甲医治临到伫咱中间，甲平安临到伫咱中间，甲透放临到伫咱中间。甲安慰临到伫咱中间，感谢主的听，感谢主的听，愿圣神亲自高我，甲扶持怜悯，感谢主，感谢主。咱同工会当继续唱，哈，细声来唱。哈利路亚，感谢主。咱将这个兄弟交到你的圣手，我确信你的医治临到的时，阮就完全的平安。你的透放也要临到伫阮中间，感谢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你的透放甲医治，主你的平安，你的释放，拢到伫阮，拢到伫阮中间。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你，感谢你施恩赐福，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平安伫阮中间。哈利路亚，感谢主！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世间只有热苦担当。主的心话，予我。兄弟姊妹，在座兄弟姊妹，做过来唱这条歌。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看出。兄弟姊妹，咱起立好无？起立，举你的手，伸手来，咱才会祝福。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的道位，举起咱祝福的手，有上帝赐了医治、透放，赐了平安，赐了安慰伫咱中间。主的心话，予我。最后一
遍，主的神啊，搁一遍大声来唱。主的神啊，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虽有乐苦担当，主的心为我自由。哈利路亚！这位咱把咱的手放伫咱的心，牧师来奉主的名来祝福咱大家。主我的上帝啊，徛伫头前这兄弟，因检测有肉体的病痛，有心内忧愁，也是心内有审判的事，也要来有备来进行的。主，阮确信，阮是你的器具，阮还手，毋是阮有能力，是圣神同意阮的恳求，圣神应允咱伫你面前的祈祷。阮来奉你的名来祝福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的兄弟。阮逐人当阮谦卑对你恳求的时，主你的透放、你的平安、你的医治就要临到阮。主，阮特别奉你的名来祝福，伫阮的兄弟中间，有人有受到癌细胞的攻击。主啊，这是一个阮人气力有限，总是上帝能力无限，你的医治要临到的，这兄弟姊妹中间。主啊，求你互因有信心、有平安。伫治疗的过程，主耶稣的平安、主耶稣的保护亲自遮看，互因经过治疗，遐个癌细胞来消失，互因恢复气力、恢复活力、恢复精神，通领受这个对上帝来迄个上至大至宝贵的医治甲透放。阮将头前这兄弟交到你，愿你互阮真正领受这个平安回去，领受这个恩典回去，互阮有好的棍名。互我有上帝赏赐健康的心，通荣耀主你的圣名。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甲山顶的兄弟姊妹，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用拍谱啊，俄罗斯，请坐，请回座，请回座，请回座。兄弟姊妹，伫咱这个祈祷煞了，咱有一个报告哈，请安报告就是咱中营女中咱有2礼拜拢有即个无共款学校的报告。中营女中咱有葛义华老师，咱的会友啦吼。佮穆怡婷同学，请伊徛起来，咱甲拍谱一下来。来，请怡婷代表伊的学校来甲咱请安来，请怡婷来头前来，甲咱报告吼。中营女中的状况来。大家平安。我是中营女中观光科3年的学生，我的名叫做穆怡婷。今日是教会学校纪念主日，真欢喜代表咱的学校中营女中来富强教会大家请安。我要用影片来讲中营女中的故事，请大家做伙来看。星星，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出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迷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
并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请大家常常为咱的学校中英女中来祈祷，多谢大家，感谢大家。咱感谢主吼，咱有即个基督教学校吼。咱知影讲现在学校的多样性真大，但是咱知影130几年前，查某囡仔要读头试遐无简单。当时吼，遐个女生吼要来读中英女中，头一项爱做啥物代志呢？袂使拔骹，你若拔骹袂使来读。表示讲迄阵的宣教师知影讲，即个拔骹的文化，这是清朝时代吼真无好的，对妇女足压制吼，甲偷放。所以遮个妇女经过读遮个册，后来入去社会、入去家庭，拢做真好的贡献。所以咱鼓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中英女中来代祷。咱若有好的主题，会当去遐来学习吼。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报讲吼，咱的公立学校吼，学生足侪人爱要去读私立学校，毋知啥物原因啦。反正有遐变化，教育改革引起的问题安尼。咱知影讲，进学校真无好经营吼。咱为着中英中学、中英女中来代祷，咱也继续为着依婷来祈祷吼。伊最近这2、3冬，伫咱教会进步足多哦吼。咱继续互伊会当好的造就，将来奉献予主吼。多谢，来咱的报。奉献，这是咱三甲的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会众请起立，咱三个来唱奉献的时光。会众请坐。报告，伫报告的大声，咱来背本位金句，请掀开周报上尾页。咱三角来读两道，因为咱咧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哥林多后书5章7节，搁一遍。因为咱咧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哥林多后书5章7节。
即时请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侍奉当天，下周的司礼是陈秋怡执事。其他的侍奉当天，请咱家己来注意。请掀开周报第4页集体交通。第2点，本日为教会校校纪念主日，咱欢迎葛玉华老师甲穆依婷同学代表中央女中伫咱教会来报告，咱持续为因来关心代祷。第3点，下主日有定召开定期好会，请小会员参加会议的人员来注意。第5点，代祷团定下主日下晡1点半，邀请李素贞牧师来见证分享。2点半到3点半，请大家有备心来参与。第6点，第49期中保代祷事工活塞开始来报名，请大家踊跃来参与这道的活塞。第7点，总会第69届通常议会伫4月16到18伫中华基督教病院来召开，本会有夏牧师甲谢牧师代表来开会，请大家请会长为着总会议事甲逐项的事工推动顺利来代祷。第8点，本会定伫4月28举行新老病院喜乐合唱团诗歌见证会，请大位邀请兄弟姊妹来共同来参与。第9点，交通团队的消息，要重新来登录汽车的车牌号码，有3种方式，请咱家己来注意，按紧急的方式来登记，互咱交通的服塞更较顺利。第10点，其他的消息，奉献的证明2023年个人的奉献证明有需要的，请来办公室来领取。门徒培育事工甲演习会消息，请咱家己来看。牧区团契的消息，伫第2点，第3点，保罗牧区主日日今仔下晡伫虎山国小来实行来举行富强春运，请大家当有时间来遐来关心。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我来用这个图片，搁一遍提醒啦吼。咱4月日后礼拜下晡，咱有李素贞牧师的这个会当讲是培灵甲讲习，咱需要兄弟踊跃报名吼。咱能够伫下晡的时阵来做伙领受这款属灵的栽培，特别是咱的代祷团队啦吼，尽量拢莫欠息，较侪人来领受吼。第2是咱这个第49期的代祷勇士吼，咧募集啊。咱周报写讲9月吼是等于是8月底啦，吼8月底到8月才对吼。毋过其中一个提醒就是讲，咱要报名代祷勇士吼，毋是讲你会晓祈祷袂晓祈祷，较毋是主要是是你有迄个属灵的即个负担无吼。所以咱是爱洗礼了后，吼是洗礼了后才来报名吼。洗礼了后才来报名。嘛讲今年的即期的即个勇士会让更较侪人来参与伫内底吼。过来是即个咱的管辖乐团的叫声吼，咱7月要开始练习吼，请咱来推荐教会青年因有即款的温素是讲兴趣即个乐团的来报名，通好准备来接受操练安尼吼。咱特别也要恭喜咱的圣歌队啦吼，圣歌队昨昏吼哇，伊参加一个足大型的即个圣歌队演唱的即个。等于一个演习，嘛是个祝福，咱圣歌队伫遐表现了吼，真受称赞就对啦吼。咱这几张的相片吼，表达因伫遐参加献诗的情景吼，参加献诗的情景。咱甲因祝福，人慢慢替因祈祷，会当哪唱哪有属灵的开力吼，哪唱哪学到上帝，荣耀上帝。咱搁一遍甲圣歌队员鼓励一下好无吼？感谢主。除了这个影片以外，牧师搁在周报内底一两项甲咱提醒吼，就是咱这个花莲的地动吼，已经差不多救灾到一段落，毋过
还佫有余震啊，所以有迄个失踪的人也找无着啦。啊，毋过正佫中建才是大头疼的代志吼。啊，咱总会有呼吁讲，咱兄弟，若你有气力，会当加减来做奉献来帮忙。啊，咱因为各地捐献拢有无共款的用途嘛。啊，咱教会家的奉献大概是要用伫有的教会受损的啦吼，嘛有迄会友去地动去过世的过身的，啊，咱这个费用要来做教会福建，特别是玉山新人院嘛，损害足多，迄个地吼啊怎拆落去啊，关家煞无，因为迄山坡地啊，所以拆落去拢袂好势，啊，拢真需要经费。啊，若你有感动吼，咱不是无特别用印，为了环保吼，无过印即个奉献地。若你有感动，咱伫1楼吼有搭一张纸条，写讲为着花莲的地动奉献。啊，上方便就是你用你的危险地啦，危险地甲注明讲为着花莲赈灾，啊，咱济少来关心吼，欢迎若有即个感动的人来参与安尼。佮另外拄则有讲到中部大道勇士吼，咱后礼拜也要邀请吴水平姊妹来分享吼，来分享安尼。也佫将咱也尽量较紧来进行，就是讲咱的奉献证明要报税啊嘛，对吧？报税后个月，啊，所以赶紧来办公室领，吼，因为你这个奉献证明要报税足方便，所以提早准备呢，会当较顺利就对啦吼。啊，咱也祝福咱下晡。咱的波罗木区甲主持都要办一个富强春运，啊，伫遐做即个趣味竞赛，吼，啊，伫遐享受下晡的时间，啊，咱大家可以祈祷，互因出去拢平安，上帝祝福满满，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上营会从气力来唱上营的诗歌，诗歌刷咱请牧师来作答。心灵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恩传，甲咱正大家三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咱来默祷，感恩来避讳。下顿下礼拜到这结束，请兄弟姊妹互相请安问好。